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类类嘅节目。哇，过年过体吼，唔知大家有时到配独独冇吼？唔过咧，你讲，你过年吼，还蛮真是过体咯，因为两边而来到系你嘅正月办事元宵节，你讲过到元宵节过后，咱真是人都过体你嘅年节咯。所以今日老大家来讲嘛，介来讲元宵节，你到底做嘛介咧？介介分享你今介来比嘅系你嘅词曲人欣赏分享。大家好，我是词曲人。当欢喜今比来到了，耶！欢迎老师。你看哦，因为老师是美术老师哈，也还讲书法老师，古松你看欣赏功法的时间就比较慢，很有气质哈。哎呀，有冇？一点点，一点点。因为真年轻发现太卡看到样样盘就底哦，哇，真的是好像我们常常说张灯结彩喜洋洋，爱用给感觉有冇？对，而且发现老师旁边还有灯笼。嘿，今比要来画灯笼啊！今比要来画灯笼，所以就想说，为什么今天要来画灯笼？我们来细说从头。其实，你讲正月版就会演小姐跟时节，就像是小过年一样，我们还是我们大家团聚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大家在那个时候还是要聚在一起，大家穷还做嘛该做青斗给事情，比如讲有很多的活动啊，全台各地可以赏灯，对不对？然后猜灯谜，不过今日 T 片某天用欣赏同大家来分享迄碟懂戏 gay 片，对不对？对我们好像特别，你们对于过元宵节有你们自己很特别的方式，因为头东西来讲，咧元宵节哈，新灯板节哦，新灯板节，对，新灯板节，就是家里面有新生儿，是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以前一定要男生哦，因为以前要抢灯，你看谁来谁没都做的，都是添丁。头元宵节嘅时候，佢不开吼，做当道嘅办，香港红了参加那个庙方嘅会，嘅会员有几多届，很多要做几多代哦，系哦，嘿，一会员有100届，要做100代，迄个有200个做200代哦，然后还有一种刀板、笔太、笔枪，所以讲你啊东西嘅新灯板节，其实算。客家的12大节气之一，对，所以别懂戏，我太不强哈，懂戏，那个新灯板节跟时节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节气，还有个妈妈教室啊，一个理由一个妈妈教室，我用点糯米哈，用做板，今年嘛个上下。老厝，所以讲对那个老厝落去延伸哈，来做个头摊位行哈，头比赛，是比赛打1等、2等、3等，按照年会分奖金，所以讲咧班类来讲哈，头东西头元宵节当春节。但家按阳年吼，该办一个清后事，当后事该做有名哦，东西做办做的有名哦，真劲吼，所以才敢说我们是懂戏跟新灯板节嘛，对不对？是。不过其实但家按阳年，因为可能时常会 T 片来讲，就会其他的 T 房会讲过长夜班的时节，我们就想说可能猜灯谜呀，会有活动啊，有冇会赏灯啊，像在台北就会赏灯嘛，对不对？不过在懂戏，但家按阳年哈有新灯板节，可是赏灯这件事情是一定还是会有的，对不对？一定要的。所以有灯笼，对，迷宫，对，灯笼迷宫嘿，今年区长哈，翁培珍区长，佢都想讲，每种嘅普通这种 LED 灯嘛，今年来用，所有的民众大概共下来画灯笼，画3000块粒。所以是长夜班那一天亲自画吗？还是先画？已经画好了，已经画好了。画好了，然后中下上去，然后讲对天楼落去打饰哈，那打东西该手绘灯笼啊，应该中下出来嘞。是，所以有3000个人。3000个灯笼，然后是很多人一起各自的。可以说是各自创作嘛，各自创作有分学校的，对，然后有分画室的，也有社区的社区民众，对，所以讲可能
其中哈有安排我帶我嘅學生去社區呀，一個社區去帶阿公阿媽嘅人去畫燈籠。阿公阿媽，阿公阿婆也有。有啊，哇，那阿公阿婆有沒有畫得很開心？很開心，真歡喜就係。對，所以大家講到呀，大家就對哦，因為其實徐老師給真經係我們說。書法老師也好，美術老師也好，其實佢對東方美學有深度嘅深入的研究，然後也有很好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對不對？佢說基本一類都鴉片啊，唔係嘴巴講而已哦，其實會先從白頭欣賞來畫，對不對？所以老師那個燈籠是老師特別準備的，對，然後這個也是老師特別幫我準備的。是的，對，欣賞有公道嘛，阿公阿婆吧都親歡喜從嘛。不過欣賞就真的對我很好，其實我妹都得創作，可是欣賞可能唔啲，要對我來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唔係，其實哈，那個國外哈，亦係講討國內哈，一般來講看，是接受人家書法哈，同個水墨畫那方面，我總係我對甲骨文、甲骨文。對甲骨文開始對，亞黑欣賞幫我準備的一個甲骨文的字，對，老師這個字，你覺得好像有點陌生，對不對？我告訴你，我覺得有一點陌生，可是我看得懂，也係1萬2萬的萬。對啊，真厲害！你來主持人這麼幹，等一下，老師，你真的，我覺得上你的課很棒，因為一直被你鼓勵。老師黑過俺弟啊，黑萬，我真的是太害羞了。不過可以跟大家分享，為什麼萬長這樣？一般來講，脫暑嘅時節，大家黑公看到甲骨文的時候，大家會覺得這是什麼？其實就很像在畫一個圖形。對，它跟象形文字很接近。以前還按有黑槓高，不過要在思考一類，會覺得好像跟萬沒有很直接，你會有按用嘅聯想，對不對？一零啲嘛，之前人寫，之前文字這樣可以寫也寫一哈，都1萬，係嘛？對，寫3都3萬，對，5嘞就5萬，1、2、3、4、5，當然唔係按用型啦，哈，5就是5畫嘛。對，按那萬嘞，就阿弟。你就要準備大一點的紙，放在地上，寫1萬次。對，那按你貼天的啦。貼天哦，這個字寫完之後天黑了，對不對？對。所以講哈，按恁祖先哈當聰明，佢都講個蠍子啊哈，佢都8歲年的時候，上輩8佢都講很低嘛。啱啲。啊那當到隻蠍子上輩總係8歲年就幾多？啱啲。唔啲哈，都用那個蠍子來代表那個萬事。所以太嘎可以嗨，這個上面這個好像是一個蠍子，對不對？代表一個萬字，但它上面還是有那個有它的夾子，是而且你看到我們在寫1萬2萬的時候，上面也是像一個也是草，對不對？是。對，那你看上面的那個草就跟我們這個蠍子上面的這個蠍子上面這個是很像是一致的，對。郭壽亞就會。萬字，所以欣賞的意思黑公，像有時候你畫燈籠或是畫什麼，也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字，因為它又很像圖案。是。按用可以幹夠，古中黑公引爆都燈籠，那也是一個很好的藝術創作。是。從毛太棒了，剛剛亞哈其實時間夠都清點，有沒有太搞不知道？要畫了沒？對不對？老師，我們現場就來畫，好不好？對，今年什麼年？鼠年，所以還要畫一隻老鼠啊。對。所以我要畫一隻老鼠。不過我還知道黑公太搞看欣賞有吧，我覺得看老師的就可以了。我的作品很神秘哦，等一下才可以給大家看見。所以老師現在就要幫我們畫，對不對？哇，好棒哦！他家這裡看到先創，其實欣賞有準備的他自己的，像我們就是平常小學念書法的時候，對不對？小學念書法的時候，他家就會用的毛筆，對。然後老師現在，老師速度真的很快呢，吼！我現在真的是，我也要來一下。所以老師現在要畫的是什麼呢？我是個金元寶。我是叫老鼠，金元寶跟老鼠係嘛？老師你畫的要比我難哦。好，今年都鼠年啊，金鼠年，今年按照金鼠，所以講啊，當我用金鼠年，所以講用金色同原色來畫一個最哦，金色，係，古時欣賞基本就會準備嘅就會金色，從嘛？金色同原色。
欣赏你第来上次画画是什么时候吗？啊，什么时候啊？国小。哎呀，所以才前面没几年而已嘛。老师，你要不要来主持节目？对，国手对，哇，老师你画这个的时候动作很快哈，对不对？就熟能生巧嘛。哦，哇，老师你真的好棒哦！黑妹还可以去教国文的感觉，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教甲骨文，然后还要一边教成语。黑妹按我给干够，然后又可以教画画。对，按你是较欣赏啦哈。呵呵，老师你的某有可能给不你在这边画图之后，我的名誉就毁在我自己的这个手上了。哎，唔会哦，唔会哦。老师你画好要跟我讲哦。好。金比放落去哦，将安尼出名，他真的比齐先生更加出名，比徐老师还要出名。对。所以老师，那我画的这个灯笼啊，早知道应该要早点找老师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台中那个？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台中也一样参加那个灯笼迷宫？对呀，做对啦。因为有3000个，俺要做对不用做给片，对不对？你时代把10届、20届中下时代是。俺哋社区的阿公阿嬷哦，今日来话哦，真心善。因为以前哦做农啊，对，算讲大概真辛苦哦，较无时间好来写诗，也系来画画啊。是。啊，所以讲你要有这个机会哈，气象本来机会本大家希望。我记得有一个社区哦，希望嘛干呢，放李东西的李，东西出产泰李，东西嘅泰李爱迪，东西嘅泰李哈，俺把吊菜。我看个上海为种个吊菜，还有柿子，是，好哦，都是很有名的柿子。太敢有想要看欣赏巴东用诶，也爱巴东用诶嘛。欣赏我们继续画，我们广告回来就来揭晓我们的成绩，好，揭晓我们的结果哈。大概是聊完，你等下就走来看。可是那时候进广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好哎，你看现在很逞强，有没有？欣赏你看一下，按有做对吗？哦，95分呢，95分，按欠。其实我这就是数，然后银处2020，对不对？对，我觉得好玩，很应景，对，很有气氛。不过看一下欣赏吧，个黑马街。好，俺这边放是吃金麦老鼠，就是个元宝、金元宝、鼠来宝。这是甲骨文哇，头先个讲是哈，赶紧个服饰，这是金银鼠，哇，金银鼠来宝哦。元宝，所以加了一个元。有这个金属的手那边抱的一个金元宝，对不对？所以其实就黑金属、银属、万年，金属、银属、鼠来宝啊，就会有这样搞。哇，我这个怕它有点还没干哦，掌声鼓励一下老师，太棒了！哇，老师我们可以，老师你这样如果先放到桌上是可以的吗？现在。会还没干，对不对？是，需要有一个什么？好，那没关系。那欣赏你不爱后好耶，太棒了！这样子我就可以拥有2个灯笼。等一下来做对，不用多鸦片按钮哈。同开来的供应它就会，其实就会今年碟长夜班给世界碟东西给片，其实就是有按钮给灯灯笼迷宫的活动，对不对？那大家就会看到啊，你看到欣赏黑公要画这样子的一个老鼠，要黑公写。这样子的一个甲骨文，其实对欣赏来讲好像很简单哈，对不对？其实老师当然是花了清久给时间，不过不单将会按用影哦。其实老师在东市除了有教像社区妈妈啦、阿公阿婆、巴土，其实还有教书法，有书法水墨是对，还要某看，而且老师还有教彩，对，有教彩，有拓碑。拓碑，我们先从拓碑开始讲好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一般来说，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拓碑黑马个东西？拓碑哦，拓碑啊，都是讲安尼写太史的是，没有就是个范本。错，啊个范本要出来，
啊，都是以前的书法家。用个朱砂书丹上石，用那个朱砂同那个书法来是下头石头，将木工将个落去刻，落去刻。你安尼的人那个看到，哎呀，你欧阳询、王羲之的是暗将，不过以前啊无将进机啊，错，系啊，无欣赏机啊，安要全同嗰个事拿进来自家来放呢，所以讲。以前嘅老祖宗都有发明那个拓碑，拓碑佢就分干拓跟湿拓，干拓较简单，很多字蒙落去用个干墨墨都用个将个复写纸啊，擦一擦。佢都撕得出来，但是冇明显。你来用湿拓湿拓来讲，较精确，但是各种是改白芨水，中药嘅白芨水有一点点像粘着剂安尼同啲剂家己蒙落去，同试甲字打落去，甲试来印刻底板，慢慢用上墨，一层一层上墨。是，那系讲真迹没有的话，对。拓片拓片都是能拓出来的作品等同于真迹。如果黑工我们真的没有真迹的时候，我们就用拓碑按用给缝法。黑工你按用拓碑出来的就是真迹了。是过来就选将去故宫博物院那去博物院去楼顶就看到毛公鼎嘛，有任何的古物对，那些挖出来的时候是第一照相，对，第二文字记录，像嘛，还有一个做拓片所以讲你该做一个保存那个记录当重要。过一点，你像个毛公鼎，它底部是弯的，所以你拍照起来，那个字都是弯的。对对对。圆柱子上面的字，你如果用拍照，它出来的字都变形。对。所以讲用那个拓碑的方法，用正确的方法把那个字1比1等比例的就把它拿起来。所以老师有在教拓碑，有教10多年。哇哦！所以因为做埋基本特别强，时常爱用来分享，就会讲，其实一般来讲，可能大家已经了解拓碑啦，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想过说，其实拓碑是有教学的。我们有哇！可是你等下按拥有，太卡做的空头行长会下台诗嘛，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见识到了，然后行长又分享这个拓碑，对不对？最还就是老师还有专长，另外一个就是教材。教材对，教材看起来，我们现在我们都说水彩，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或是像油画，但是教材，我们一般人好像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看到。是，对。以前的话，在那个日据时代，教材就是从日本传到我们台湾来。是，那个时候叫做日本画。大家以为这是日本的画，是，可是实际上是日本大概在宋朝，大概在那个时间是从中国学到这个技法。那说日本画或是说国画，很奇怪，对不对？对，很奇怪，对不对？因为你那个不知道怎么分，你现在这个画是我们台湾的国画还是日本的国画？对呀。所以讲以前该林之助老师，我们叫做说。教材画之父，对，林之助老师，他都自己证明教材画就是用媒材来分，油画用嘛该做媒介，油画用什么做媒介？就是那个用油，对不对？对，水彩用什么做媒介？水吗？水，对，所以教材呢，就用胶。就用它的那个媒介来帮他证明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都称作为教材画。是，所以我们也可以跟徐老师学教材画，对不对？是，我觉得我先学会画好一只好看的老鼠好了。对，其实所以基本一同大家来讲，就会恭喜看老师他其实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东方美学，我们说刚才分享了这么多，古说形上亚哈瓦同意了分享一下露骨言语。一句俗谚语，对不对？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谚语。老师，醒茶这边有2个腔调，一个是西烟，一个是回流。西烟讲係乜嘅？四咩爆必度？不是聽過，不是聽過。回流係四咩一讀，意思就是說你
真的是所有的这些这些知识呢，就是我们常常说你的很有学问，肚子里面很有学问，所以就为什么会特别分享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你饱读诗书，你的很多你的思妹都在你的肚子里面，就是你非常的有知识、学问跟意思。过奖，他就会，所以给我们一边拿下了分享，而且你看又是字又是墨，对不对？思妹，讲的就会同给我们一个分享跟主题有一些关系嘛，哈，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就会给我们一同太高的讲给露骨年龄。老师今天算是第一次。糖豆吸烟同汇流会爱用讲，对不对？是。老师，那如果要用董细琼，台步琼，四妹一度，四妹一度，好，好像同吸烟差不多哈，有一些差不多，爱用给感觉哈。对，好哦，了解到台高的分享，今改锣鼓演绎哈，因为你今改七性上真的是，我觉得老师就是四妹一。读的老师，谢谢。好，讲到两篇呢，你水来问一下信上哈。你看信上其实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工作也好，就你本身从事书法的教学，也还讲比如说教彩画啦，或是刚刚我们讲拓碑，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哦。不过我哋第信上其实唔单枪伫台湾。有教，最重要的事情是台港控的某凶斗老师还去哪里教嘞？大家就会讲说哪里苗栗、台北，其实很黑。老师还到了台北的美斯乐教书法。是的，怎么会这么特别？对不对？讲来话长，说来话长。不过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老师现在每年都还有去美斯乐教。有，当年就有去，当年去2度到3度。没关系，老师，你觉得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会去到美斯乐教大家书法？差不多30万年前哈，我都是去到台北，干嘛我们来移民过去，先过去看，介一回哈，细人个阿姑啊，佢都先带我上去美斯乐，上去美斯乐的是看到今年的卫生所哈，很破旧，对尤其是30年前，对，30年前，对，我都就该到哈，就行到该卫生所该后背去看啦，后背有2副官桥，官桥唔对嘛，棺材，就表示讲各行那个医疗没有到那个一个基本的那个程度，3方面哈，佢都会当上腔。佢当严重讲我去卫生所去看病，去看就得对头前出来，就得到对后背出去啦。所以讲，我根本都感觉讲，恁平平总系中国人咧，总系黄皮肤、强壮嘅人哈，恁到台湾安幸福，是大样安静，头各行都跟像人草一样，像草一样，对，那边生命像草一样，根本。种了一颗小小的种子，都会对待美斯乐的影响都开始就较特别的。东北方我就转来咧，我头讲移民头该边界差不多就6年到7、8年的时间，我带新人转来退休。根本开始我都落去写太师，落去学带新人都开始写太师啦，画水墨画啦。开始慢慢都差不多剃头，921地震的时候，我根本都换跑道都开始教学，嘛开始就学了上脸书，我们的 Facebook，开始那个教学活动都慢慢就投在脸书上摆哈，有跟分享哈，泰国各乡看到，今年各乡嘛有脸书，所以讲我们跟头联络的时候，差不多我们的人哈。听得懂吗？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他们以前都有学书法，那后来中间因为已经慢慢归顺成泰国的公民之后，中文学校大概只上3个小时的中文课，所以就是喜长公他们有上中文课，可是事实上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线上去提到台北是开始来惯性，然后改议题哈，还有嘛改精彩改内容，先聊下，等下再来讲。
节目到线上来讲到，因为线上很多改片，其实看到改片的声音的特殊的，你很有感受，就埋下了安永的种子，就很多美食了。不过我知道很重要，就线上其实像是每年都会固定专一教嘛，对不对？是。其实在这边那个学校新华中学，对，老师就会到那边去上课，对，而且很多改片其实改片给学生现在一半是我们说是华裔。你跟一半可能是不一定是华裔，是太极或是其他的多元族群。是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在一个安永对于台湾来讲是外国，可是在美式那边却是这么的，很像说他们也在学繁体字啦，学书法，安永给感觉，真的分享一下。好，头先安尼都讲到讲，今年中文学校都是上3点钟，3点钟根本书法都拿不来，所以讲大家会觉得很可惜。所以现在的华侨，就是我刚刚说，差不多我们这一代的，我们其实不太想要书法会断在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有这个话题开始都讨论讨论了呢，人都没想讲唯一的方法都会儿童的书法再把它种回去。因为10万年前我就觉得说，东南亚以后中文是非常重要的，有可能会比英文还要重要。那我们在台北那边有100多所的中文学校。那学生如果只带文字出去，文化没有跟出去，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是开始了一步一脚印。那对美师的新华中学都开始，对杨成孝校长都开始，那都先去沟通先送文房四宝过去，先去教。但是这样开始有较困难，都会讲幼全高都高到。校长自家就该思想当这样老师冇上来好，我们其实嘛拄到当道嘅问题当然系安用嘅，都未向，因为很爱排到进口的时绝对老师爱晓。因为你师资冇可能讲总下对台湾过去恁哋乡嘅工资嘛很贵我过去系做义务的啦侨委会派我出去也有3次，但是资源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涵盖到那么多，有100多所学校嘛。对，所以讲它是用重点式的。所以讲普通时中行恁私下过去，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落去说服然后送那个文房四宝，落去免费同给人教学师资研习。对，你做好我都几十年嘞。比如说几十年，每一年都有回去，对不对？所以经常都美食了，唔过呀，唔大家美食了，像清迈呀，对不对？美赛呀，第一片经常都有过去，对。而且那时候经常工很重要的重点是师资的培育，所以老师到那边的时候也是教当地的欣赏老师们，他们学会，他才可以再教下一代的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欣赏工，你总不能只依赖一个人，一年去一小段时间，哎呦，给时间。是唔得靠高中一届高中的事情很多。我知道要真嘅係個青洋葱嘅問題，像我細細嘅時間，我媽要學下台詞，不過現在好像不流行了。是已經沒有，我們課程已經把書法課拿掉。以前我們一定要上書法課，對不對？還有，而且現在我覺得不只是書法，我們現在寫字都不太會寫了，語義號都打字嘛，對不對？打注音啊，對不對？所以連寫字都。有時候說，那個字怎麼寫？要不然都寫得不好了。以前你看有人家說文字如文人，有沒有？看到你嘅詩就抵你嘅影響都用因為以前很重視。不過我想這也是徐老師要他親大邊兄弟做的事情，我覺得就是將這樣子的東西傳承下去。只是說很特別的地方是在台灣按努力給做，不過去到泰國北部一開始那個起點也做，因為那裡有非常多。當時留下來的，我們說華人在那裡，對，所以可是老師是不是我們這邊？因為老師有說過，那邊的物資其實也是很缺乏。是我都是自己帶文房四寶過去，所以等於是我們比較戲劇化一點，是背着文房四寶，是不是？是，我背了一堆的文房四寶過去，讓給幹不夠。對，所以老師現在也有那種，像是你們有推出你們自己的筆墨。文房的那種是，因為數量太多以前一般愛過去9日到差唔多1個月到1半月去3間學校，3間學校來講，可能來學嘅學校
该老师同高中差不多就20外间吧，10外间、20外间，他们都是我们的种子。但是我是在做到讲所有有来写，该老师同学生去啥切膜，就是几笔，因为各行买膜，各行干呢就该油漆来该。毛笔啦哈，所以是买不到的，买不到。如果说他没有毛笔的话，那就等于说我的教学是无效的，是无效的哈。因为我们的书法一定要手写，纸笔墨砚这个是最简单，一定要有。对所以讲台湾2件的笔墨装伊就配合。总共安尼强下总下去，甲红海山中送，因为咧总下做义务哈。今年为种较优惠的方式哈，对，都来做那个组合包，是可能用8块一组，也还讲用8块一组，刚刚有的有砚台，有的有墨条，有的就是只有笔或是只有笔跟垫布，对，所以我们是可以买，对，买了然后请他们直接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讯息都可以在。脸书可以是，所以老师，我们的脸书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上脸书就可以找到安永给讯息，我们就可以像老师刚刚讲的，它有不同组合的，像文具啊，物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购买，对，然后他就可以帮我们送到台北去，让孩子们、学生们还欣赏，给到有它完整的物资可以使用。因为较太监的学校可是该书法讲排到进口，排到进口，不过那个文房四宝这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要购买当地是没有的，是不容易购买。所以古时候黑工有亲朋友相公，有可以有文具呀，还买该物资的，像文具按有给资助，其实上我们节目的脸书的粉丝专页，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懂你世界自信，走得到台家来分享哈，所以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这个叫教育弘法。是，喜常你吃到 K 片，给学生给你的回馈，给人的回馈都会对脸书哈。跟老师敬翕啊，翕给人写诗安讲啊哈，给人1、2年生、2、3年生写诗比人2、3年写诗更还较讲啊。就书法比赛哈，就跟汉字文化节。对，那现在书法在那边已经是蔚为风气，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太棒了！不过真的就会希望，因为其实大家还叠美食了给片，其实在整个泰国里面有青斗给华人，对，所以有很多人会学中文。其实其实大家在泰国，就马来西亚也还按用，对，古时候就是欣赏讲的经营的按斗眼下来，按斗眼下来其实有成绩就变成一个风气了，对不对？这就很棒。可是乃知道大家按用，我觉得要鼓励我们在台湾的孩子们，我也很希望这样鼓励，因为我们书法老师到处都有，然后我们文房四宝要买很方便，是，对。可是我们反而都忘记说我们要回过头来去学习那个东西，对。其实我还有在做远距教学的这一个部分，都可以讲到台北该向哈，可能上港我没有办法常常过去，所以老师的进修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透过现在的软体哈，就是脸书啦哈，一些社团，我们也是有在做远距教学。所以你看到老师充满了正能量，有没有很积极？我们大家一叠泰国老师自己本身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自我的培育、自我的进修，一定要学一辈子，学不完，无止境，无止境，没有什么东西是学习没有什么尽头，是，而且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才这么的丰厚，我们怎么可能学得完？怎么办？好像应该要等一下那个公沟谁赶快把老师抱住，有没有？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文化资产，有没有？一直抱得很紧的，按用可以干不高哈。不过金不义真金清，欢迎做的。邀请到老师来到亚片同大家来分享。其实这些东西给片按用给我们说元宵节的庆祝活动，分享大概哈，元宵节了，夜班啊，将夜班过来东西了哦，大家听印度谁子收看收听下是过元宵节安个感觉，所以谢谢老师，感谢欣赏，罗拉，谢谢义理，谢谢，好，我听你下来大家来做认同嘞。